轻轨上车前，一女生牵狗坐在门口。这样大的空间，想她怎么自私就不管他人。转车捷运善心人跑来，引导她到座位。才知虽然像明眼人，其实是我误会。轻轨上车前，一女生牵狗坐在门口。这样大的空间，想她怎么自私就不管他人。转车捷运善心人跑来，引导她到座位。才知虽然像明眼人，其实是我误会。